加拿大嘅大雪啦，有好幾年未試過咁樣啦，幾慘啊！巴士啊，跪低晒啊！見到啲巴士唔喐得，成條巴士線幾格喺度頂住，麥當勞都冇幾架車啊！10點啦，而家差唔多，朝頭早10點啦。Oh my god！成個商場都冇車啦，得幾部車可能係開工嗰啲啊，開咗都冇人幫襯啦。今日仲喺度落緊，終於來加拿大嗎？大風雪就係咁噶啦〜